歡迎嚟到連結呢個頻道，我係張師奶。師奶閱閱讀充實心靈。根據魏斯博士喺前世今生愛未央嘅真實記錄，隨住催眠嘅深入，貝德羅同伊麗莎白回溯出更多跨越千年嘅前世記憶。魏斯博士發現，除咗古老部落嗰一世嘅父女關係之外，喺另一個古老嘅文明時代，佢哋曾經係一對深愛對方嘅年輕夫妻。嗰一世，伊麗莎白染上致命嘅高燒。佢喺催眠回溯入面描述自己瞓喺病床，意識逐漸模糊，但係佢清楚感受到丈夫溫熱嘅眼淚滴喺佢面上，手就被丈夫緊緊握住。喺靈魂離開肉體嗰一刻，佢內心發出強烈嘅呼喚：你要等我，我一定會揾返你。幾日後，貝德羅喺催眠當中描述咗呢一幕。佢抱住病危嘅妻子，睇住佢嘅氣息一點一滴咁流逝，自己就無能為力。嗰種撕心裂肺嘅痛苦，令貝德羅喺催眠椅上淚流滿面。魏斯博士再次比對佢哋兩個人嘅催眠錄音同筆記，發現佢哋喺幾千年間曾經多次以戀人同伴侶嘅身份重逢，但係每一次命運都會透過急病、天災又或者突如其來嘅死別，將佢哋強行拆散。呢點完美解釋咗佢哋今生嘅心理創傷。自從電單車意外奪走心愛嘅哥哥，貝德羅就陷入重度抑鬱，再冇勇氣去愛。其實係因為喺靈魂深處，佢累積咗多世眼白白目送摯愛離開嗰種無力嘅沉重。而伊麗莎白喺母親過世之後嘅極度焦慮，就源於佢靈魂深處被逼同伴侶生離死別嗰種撕心裂肺嘅痛楚。貝德羅喺催眠中心痛咁講：我好似一直都喺度揾緊佢，但係我好驚，因為每一次愛上佢，命運就會將佢喺我身邊搶走。伊麗莎白亦透露：我心入面總係覺得好空虛，我知道有一個人喺度等我，但係我唔知道佢喺邊一個地方。原來遺憾同執着，其實都係我哋靈魂深處未完嘅約定。